國家通信團保委員會 NCC 規劃2026城鎮輪型演習8月要舉行，而且頭一屆呢要演練這行動網絡受阻礙，全台灣14縣市分2階段實行，時到呢這手機啊攏無法度用網絡，干那會當敲電話發簡訊爾爾。那國防部長郭立雄今仔就回應講，演練用行動網絡降速來測試實體線路未受到影響，也是要來考驗到這國軍指揮抑個管理通信備關的能力，日後也會擴大到其他地區。漢光演習搭配城鎮輪型演習最近進行，整合民防、空防，提懸個人國防加在防的意識。今年城鎮輪型演習配合漢光演習，會佇8月進行，第一遍加入行動網絡受阻演練，會影響手機上網30分鐘。考驗我們國軍的這個在這個模擬的這個情境響定之下，我們的這個指管通訊備演的能力。郭立雄講，演練唔是甲網絡規個切斷，是甲4G、5G 網絡的速度降到本來1%，固定網絡未受影響。演練分2階段，第一階段8月初10下晝2點半到3點，主要是中將頭份加中部7個縣市；第二階段8月13同時間，北北基桃德宜7個縣市。行動網絡速度規個降來，手機上網未順，一部加社群服務無效，只敢來當敲電話加傳簡訊，維持災害時陣核心的通訊需求。那也立委關心網絡降速對民生金融的影響。對經濟的損失，一般的估算是5億到30億，這個金額當然不是很大，對國家來講，我想，可是對很多人很不方便哦。跟你講哦。所以剛剛我有提到幾個部會應該都有做過一些評估，應該把時間也是往後延到這個2點半到3點了，就是說會有演練這個降速。你那只是配合股市而已啦。李亞立委講，在降速演練的時陣，若發生真正的危機，也要提防敵方會趁機會進行鋪設地帶攻擊。他在我們做演練的時候，直接執行攻擊，在執行攻擊之後，來否認他們執行攻擊，那就是為期行動。那這樣子的為期行動，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行動中多次出現。相關的部會來做好這個這個有關治安的這個聯防的一個機制啦。這邊降速演練，南部加東部縣市並無參加。郭立雄強調，這是第一遍驗證，所落來照這邊驗證的情形 ，NCC 會閣做完整的規劃，以後應該會擴大到其他的地區。記者綜合報道。